去提百万。好，来欢迎第一组的来宾家庭，咱的瑞嘉。欢迎，这场我赢。好，对，互你赢啦。好，第二组的来宾家庭，庆家。欢迎，强金体，靠实力，提百万靠运气，庆队好运气。家庭酷家 We are the champion, my friend。哦，够正好，够正好。来是安尼啦，即嘛是嗷啊啦。好，来第四组的来宾家庭，咱的海家。听妈妈的话，一百万是阮的。今日海产无来，气势差真多。对啊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今日咱四组家庭已经要来100万总决赛啊！没错，看谁会使上尾的冠军赛，就是看今日这道。顶座的奖金拢真侪哦。好，来，咱第一组，嘿，瑞嘉，瑞嘉的队长，咱来介绍一下。瑞克，大家好，我是瑞克内克，这是我的队友阿迪、阿凯、小哥。是拢无变哦。拢无变，拢无变哦。是顶座摕到奖金无？无摕到。哦，欢迎你来。无摕到哦，不过700万你有把握无？绝对有哦。啊，若摕到要创啥？摕到。嘿，无人知。有啦，有一个讲食饭啊，食饭，出国佚佗。好，来欢迎你，甲100万摕到灯哦。好，来第二组的家庭庆家。哦，今摆来，欢迎队长。运气哎呦，我上好诶是。运气，这是名水，啊，还有小乙甲嘉如，嘿，阮顶届吼，小乙甲嘉如摕到钱啊嘿，啊，名帅徛到金马啊，哦，无金马奖唔对，顶道有摕到奖金吗？顶道有摕到奖金摕偌济有哎， 3万3万哦，应该不哩管哦。嘿3万。好，欢迎你100万。好，来第三组咱酷家。有噶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曲凯伟，是这是阮的阿杰啦，阿仲、阿志啊。是阿强家里有啉酒无？你今仔无呢？今日无啊。我上烦恼就是你啉酒。嘿啊你无啉运气真好呢。好，哦，今日运气搁摕出来哦，哎，没问题。尽量讲哦。加油！好，好，加油，100万在等你哦。好，好，欢迎来泰家。嗨噶。大家好，我是海山母啊，海山今日去瑞士佚佗，瑞士佚佗，啊，阮等下摕到100万了，阮才来瑞芳佚佗。今日是海山姨、Amber 甲小涵是。 100万我来啊！好，哦。海山嘛，啊那摕到100万哦，你要分海山无？不爱分你，一定办。嘿，嘿，啊那这期就叫伊卖看。好，嘿，好，一定的哦一。定的。讲好啊，卖本意不啊爱。分你，已经讲好啊，嘿，讲好啊安。尼就对啊，安尼就对无啊唔。对，无唔对。我连得奖感言的拢想好啊。哦，安尼哦。对啦，准备摕到100万，我好好互你讲一下哦。好，好，今来介绍咱第一个王老师。欢迎来王秀荣王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秀荣。若要水食果子，若要巧讲台语，大家留在拼奖金，快乐健康上要紧。无唔对啦，这奖金嘛，嘛爱快乐，嘛爱健康啦。是好，今日咱的第一回合斗阵抢擂台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100万，这回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。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嘿，斗阵抢擂台。哎呦，要安怎抢咧？哦，先讲者吼，这回合就是每一队爱派一个人落来，一个人回答2题，嘿，但是一题5000哦5000哦嘿，所以这回合上最爱摕到4万块4万块当然嘛先加起来，对不对？嘿，这应该大家拢佚佗过啊嘛。好，后来今日派第一位，
把分数先扭起来，来，唱好淘来汰哦，咱哦。第一位请上台。来，咱海山妈妈来啊！哦阿杰啊阿杰来啊！来，咱这边文庆，阿娇，挑的阿庆啊，文庆啊来啊！运气的运气啊，嘿，运气真好咧，是应该是拢袂紧张嘛，这进前拢捌佚佗过啊嘛。对啊有嘿，想看卖，好，啊，愈想愈紧就好啊。好对会记你2题尔。好，我们这题哦，这题几个字？这题2个字， 2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，看第一个提示。一段音乐，一段音乐是好听还是歹听咧？唔知哦。好，来，第二个提示。囡仔作嘅创治人，哦，囡仔做嘅创治人，囡仔做嘅创治人，一段音乐哦。来，第三个提示。家家户户拢有，哦，家家户户拢有，全部拢有哦。哦，每一人家庭拢有哦。拢有这段音乐有无哦。哎呦，好，来，起来。门铃，门铃，嘿，门铃，你各为什么位看到是门铃？啊，就一段音乐嘛，家家户户拢有，嗯，嘿，嘿，啊，囡仔做嘅创治人咧。北七，这部分我都无确定啊，但是我感觉对哦，trick or treat，哦，起了最早呀。是。哦，好来，所以你的答案是啥话？大声讲给老师听。门铃，门铃，老师对唔对？健凯，可以加分数。恭喜酷咖加5奖。好，咱继续看者，古早时代用情啊嘿啊来个说落去咧，啊，甲饲落去，甲饲落去，啊囡仔可能做嘅创治人就是讲饲落去了紧走，对对对对哎对，就是点咱的电铃，就是电铃门铃买档哦嘿嘿，嘿是好来第二题哦，加油哦咱3位手爱较紧的哦，好分数先摕起来哦，这题几个字？这题3个字， 3个字来，咱请出题，咱看第一个提示。用2支手，用2支手哦。好来，第二个提示，幼儿园的教，幼稚园就会教哦。2支手是啥物物件呢？好来，第三个提示，食平安的，哦哟，吃平安的来，文庆，手一样，手一样，一样，蛇圆啊，哦，蛇一样，用手，哦，啊2支手，嘿，啊，幼儿园的教幼稚，园的教，啊食平安，哎呦，吃平安的哦。好，你确定？无别行啊，不要紧，你大声个答案讲出来，讲给老师听。手一样，来，老师说一下对唔对？伊样爱较蛇较大粒的。厉害，来，分数个加入去。恭喜天价加5奖。来，咱要继续看咧，用糯米，啊，嘿，当这的时阵，嘿，咱要食落去，就咱就大汉啊嘿，大一岁啊。食一粒大一岁啊。嘿，好，来，咱即马要看分数啊，好好好无？来看一下分数，先看咱的雷甲，雷甲即嘛是爱心一粒，不要紧，等下就转来啊。哦好，来天甲，天价有5奖，嘿，啊，酷甲咧，酷价嘛有5奖，诶，来海甲。海价即嘛是 OK 啊。好，不要紧，等下就互你 OK，搁 OK 啊啦吼。好，不要紧，搁第二位哦。今日来换人。第二位啊哦不错，袂困难啊啦，应该阿凯啊，拢会晓吧？紧张尔啦系。啊，今日要出门之前，爸就甲我讲，阿凯啊，你是转正的希望啊，哇，真的希望。安尼压力大啦啊，。你袂大啦。顶转来嘛是安尼讲嘛顶边。是妈妈，这边我爸爸呢，先讲诶，老爸老母拢对我有期待安尼。哦，啊，搁有是大人阿公阿妈。诶，都无伫诶，但是我相信伫天顶的保庇，拢咧因怎看恁公司大吉大的啊。是，但是100万的时阵，伊绝对会甲你讲。诶，我今日要出门，我先拜拜，哦赶冰者，该讲赶冰者，是真好，友好的孙啊，来啊哦，加油哦！来，这题几个字？这题3个字， 3个字，来，咱请出题。主持人上介意，第二个提示，吹落去，主持人上介意，我吹落去。来，主持人上介意，吹落去，到底是咧要什么呢？这题
题几个字？这题3个字，三个字，来，咱请出题，来看第一个提示。朱麒麟上介意，哦，朱麒麟上介意的哦，阮介意啥货咧？好，来第二个提示，吹落去，吹落去。朱麒麟上介意，佮我吹落去是啥咧？哦，来第三个提示，摕到100万的时阵，摕到100万的时阵，哦，吹落去哦。嘿，来，要来哦，来，要试看麦，破声，好啊声，为什么？是安怎？因为朱麒麟上介意大家甲伊拍拍婆破，啊，哦，啊破声甲吹落去，有无？哦，摕到100万的时阵，足欢喜的，就是爱拍破。哦，好，来大声甲老师讲你的答案是，来，你的答案是，哎，破声。来，老师婆啊声对唔对？对，正确，互你拍到然后来分数，恭喜哦，咱的评价加5千。好，来继续看来颁奖的时阵，颁奖典礼，嘿，啊，伊的声音就是啪啪啪啪啪啪，哦，婆啊声，厉害哦是手真紧哦，嗯好，不要紧，还有一题，我要出题啊哦，好，来，一题几个字？ 3个字，三个，来，咱请出题，看第一个提示。妈妈骂囡仔，妈妈骂囡仔，你骂啥呢？哦，来第二个提示，无代志做，妈妈骂囡仔无代志做。哦，有无？来第三个提示，像蛇咧行动，像蛇的行动，蛇是安尼呢？哦，无吼。来，乱嗦，哦，为什么？因为蛇，嘿，啊，过来，嘿，伊个嗦来嗦去，是嘿啊，啊无代志做，就是讲你规工乱嗦，像海产共款。想着海产就好就是有答案吧？是。好，来大声甲老师讲，你的答案是。乱嗦，来，老师乱说对不对？对，正确。来，海价加5千。来，咱个看着了，嘿，伫外口流浪嘛，嘿，妈妈拢爱骂嘛，是啊，四界安尼，世界龙洞，隆重安尼啦，是就是乱说。好，来，咱即马看一下分数，嘿，人看咱的，哦，不是一粒爱心的瑞甲，一粒爱心，哎呀，加油加油哦！加油！好，来，咱庆价即马有1万，1万哦，啊，酷价咧，酷到5千，哎，嘛真好，来海价，海价开车毛5千，哎，好，来做第三位，今日换人。真正你拄啊讲了无毋对，甲决赛的时阵，大家实力拢摕出来哦，足厉害，每一速度题拢真紧哦，拢有人知。好，分数摕起来上要紧，加油加油！好，来，这题几个字？这题3个字，三个字哦，来，咱请出题，看第一个提示，好食看目睭，好食看目睭，来，第二个提示，炒芹菜，好食看目睭，搁啥炒芹菜？我叫做炒芹菜，哦，好来，无好。第三个提示，无血无目屎，无血无目屎，遮明显啦呢。无血无目屎，搁炒芹菜嘿搁炒芹菜哦。嘿啊，哦，是一种料理啊哦，应该是哦嘿。好，来哦，无好。无第四个提示哦，来第四个提示， 10支手，哦，来阿阿中啊，插飞机，炒飞炒机，飞机，是啥啦？飞机我可能开过也未老火啊，哎啊，应该我未考啦。啊10支手，嘿，12手，啊，炒芹菜真赞哦。加赞哦，哦，今嘛贵要广告哦，加赞哦，哦，加赞哦，是，好来，大声讲，你的答案是，插飞机，来，老师炒飞机对不对？歹势，讲了真好，但是真可惜，因拢有吸收到啊。好，来，三位拢有机会哦，来，要来，来，瑞克，目杂啦，目杂啦，是，你的感觉嘛是安尼，目杂啦甲飞机无共，无共喏。同款好食啦。同款好食嘛是人10支手嘛。嗯，是，好来，
你的答案是，目十啦，来老师把咱啦对不对？对，正确。开始啊！哎，分数我加入去。终于落甲得了5000。好来，咱搁看一个哦，稍微上尾啊一个就是喷乌目，嘿，伊蚵出来，无毋对，飞机嘛是真好食，嘿，毋过就是可惜，对啦，伤紧啦。伤紧啦啦，慢慢啊来，慢慢讲嘛，慢慢想，好，好来第二题啊哦，第二题2个字尔两尔，个字哦，来咱请出题，咱先看第一个题是内底空空，内底空空是倒位内底空空哦，什么物件？哦，第二个题是会黏喙齿，内底空空佫会黏喙啊，伊齿。表示是会食的咯。哦，是食的哦。好来，哎呦，阿中，过年咯，食一种麻lau嗯，啊，外口内底空空，啊，食了会黏喙齿，是啥货？麻lau麻lau。哦，好，来，老师，伊的答案是麻lau，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来，分数。哎，无食酒，确实厉害，加5000啦。好来，咱继续看，拜拜时阵拢会用的。嘿，啊，过来外皮吼有过麻，嘿，啊，过来就是外加，外加老啦，是啦，食麻lau，食麻lau，加老，嘿，对，无唔对。好，继来看咱四组的分数。嘿，咱累加，即马开始有5000咯，啊，咱天价咧，嘛有1万，嘿，啊，咱酷价咧，苦价有1万，海价。海价目前有5000。哎，拢开始啊，拢开始啊！好，继续搁有人哦，今日来换人。是，来咱看咱，第四好来，加油哦两题哦，加油哦！头壳伤者等一下哦。好，这题过你，这题3个字，三个字，来咱请出题，看第一个题是，吸引别人注意。哦，是啥物会吸引别人的注意咧？好，来，无好，来第二个题是。用手指头啊，手指头啊，去吸收别人的注意。哦，是啥话咧？通常第三个题是拢上好落啊。来哦，无好，第三个题是会甲鬼醒来。会甲鬼写来。哎呦好来，阿特，可惜啊，可惜可啊，惜啊。我袂晓，你袂晓，我袂出声。哦，是，你看到的是吸引别人的注意嘛？可惜啊，时阵，嘿，伊若考咱就甲看一下安尼。有影呢。哦，用手指头啊。暗时啊，暗头都唔通过可惜啊，无你声一个有话无的，哦，诶，有道理哦。好来，大声甲老师讲，你的答案是，可惜啊，老师可惜啊，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好，来分数。今日咱的落价加5000。我来继续看落去哦。想要放尿。囡仔啦放尿的时阵，唔使可惜啊。对嘿对。啊个好暗时啊，暗时卖唔哭。通。嘿嘿嘿，歹物件会吸着，伊是阿嬷讲安尼讲。拢会讲，拢会讲。是，好，够有机会哦。加油哦！来，第二题啊哦，几个字？第二题嘛是3个字，嘛是三个字。来，咱请出题，先看第一个题是传统的工艺品，传统的工艺品。哦，真济呢。足多，哦，来，第二个题是真多造型。真正有真济造型啦。哎呦，哎呦，哦，应该是手拉皮，哈，手拉皮，嘿，安那讲？应该是爱讲对哦，老师再分数你。手拉皮，我唔知。手拉皮。来，你的答案是？手拉皮。来，老师手拉皮对唔对？对，歹势。哎呀，因为决赛啊，一定要较严的哦。好，来3位有机会啊哦。要继续看还是要讲讲一答？继续看。继续看哈。来，第三个题是，会使画图。啥画当会画图咧？好来，无哈。第四个题是庙内有吊，庙内有吊哦，用吊的哦，吼，庙内有吊，你是想啥物用吊的哦，吼，来有无？洪志啊有无？无，我就继续看第五个题。注意哦，庙内有吊的哦。好来，第五个题是元宵哦，哎呦，阿特，元宵，元宵，会使画图，
米阳啊，确定哈，名啊，啊确定吗？来，我跟他3秒钟过。高阿丁哦，好来，高阿丁，哈，高阿丁，决定一个。嗯，高阿丁好啊。好来，老师高阿丁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来，分数。加5000咯。好，来，这真正高阿丁庙的拢有。对啦元宵上济，对。元一定要光啊，加水。啊，顶悬拢会使画图啦。无唔对。好，来，咱看分数。是。嘿，看咱雷家。雷家即嘛有15000。嘿，啊来，咱天家咧。天家有10000。啊，咱苦家咧。苦家嘛有10000。好，啊，咱海家咧。海家有5000。好，不要紧，摕到你的奖金，咱同齐来去咱的第2回合，阮到第1名。阮到第1名。全部做伙拼。哎呦，这要拼下去都有奖金吗？无错，这回合奖金有3万块。哦，3万块，几题？拢总有6题。 6题。好，这个回合哦，即马就是 A、B、C 的答案都3个尔。好，啊，恁甲风险分开，无把握的就看要去答，行答一个。对。的后边安尼。加底几个啊？是加底几个啊啦？好，6题哦。6题哦。好，我要出题啊哦。好。好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真侪人看到角头这个词，都会想到乌社会。啊，你敢知影这个词原底是咧讲啥物咧？哦，会不会直接赢啊？起码拢有啦，A、B、C 拢有啦。无共款的山鸟，无共款的人。哦，一个人代表一个山鸟，对对。嘉宾有老师有甲我教过。哦哟，唔对就算伊的哦。海山妈妈。我一个人呢。啊，万不离对，就是你一个人掉3万呐。角头这个词，恁敢知影原底到底是咧讲啥物咧？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真侪人看到角头这个词，都会想到乌社会。啊，你敢知影这个词原底是咧讲啥物咧 ？A. 真假的山岭 ，B. 有同款信仰的地方组织 ，C. 日语的歹囡仔。后来咱请选择，嘿，是真假的山岭，还是有同款信仰的所在组织，还是日语的歹囡仔？没错。好，角头哦。角头。来，想哦。好，来5、4、3、2、1，好停。哦，会不会直接赢啊？起码拢有啦，A、B、C 拢有啦。哎呦，哎，无定对哦，你会感觉是真徛的山岭。哎，我感觉是，因为无共款的山鸟，无共款的人。哦，一个人代表一个山岭，对对哦。哎，嘛是有道理呢。靠山讲的就是人嘛。是，来，咱听讲是贴卡的阿姨啦。海山姨啊。海山姨啊，你感觉你嘛是选真徛的迄落山岭？我是。分散风险，其实我嘛无了解，你嘛无了解，你嘛是哦，了解啦，风险分开这是对啊，啊，不过咱即马看的吼，比上侪人呢。系啊，是我来问一个吼，来，角头，来，咱莫因过角头，都因为角头摕到奖的，你知影角头的意思？啊，较早就是共款信用的地方组织，斗阵。保护家己的厝内安尼，邻里安尼，系啊，所以咱这个地方的就保护咱家己的。嘿，家己的所在叫角头啊。哦，嘛是有道理咧，吼。来，我来搁问一个。问啥？是安怎大家拢会徛？来，内克来。内克。嘿，来，你讲你嘛是共款。对。你知影？嘿，因为嘉宾有老师有甲我教过。伊讲安平遐，啊个阮台南有无，就坐角头，啊大家轮流上普渡啦，啊轮流拜拜啦，所以迄个是有共款信用的所在。哦，小黑老师教，因为角头无定就是毋是歹啦。对啊。嘿啊，是一个所在的物件。哦，小黑老师，我唔知啊。你遮准哦。不过有准啊，无准我嘛唔知影哦。唔对就算伊的哦。对，来，海山妈妈。我一个人呢。真孤单，真孤单。啊，万不离对，就是你一个人对啊。你知影日语的歹囡仔是叫角头吗？
用药的，应该是，应该是，这嘛是风险甲分开啊。对，嘛是分开风险。看起来敢真简单，不过敢若无啥简单呢吼。好来，咱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是。来，咱麻烦咱风险依据的 C 加 A， 请回。好来，放轻松，咱听老师来解说角头哦。好，来老师。好，迄个头字毋是有足侪种意思的吼，啊有当时毋是真正咱即个头，所以咱会讲砖头，啊所以迄角啊，也是讲迄个所在，也是咱有当时讲迄角是，拢是咧讲地方，也是讲来遮地头无熟，吼，所以是地头的意思。啊，因为迄个角咱嘛是有咧讲所在，啊，搁来第二个意思就是讲，一般伊若做黑道的啊，啊讲话较大声、较红声，所以人拢会听伊的，所以因迄搭拢会较听伊的话，就那像遐头人共款，所以叫做角头。啊，啥会形成角头？因为咱台湾是一个海洋国家，所以因移民过来遮的时会带家己的信仰，也是带共宗共姓过来，啊，因就是拍好掠出亲兄弟会带做伙，所以就带迄角死啊，也是迄角头安尼，啊，伊个是遐头人，所以答案就是角头。然后自己的迄个罗马囡仔是安尼记，安尼记啊，对，定定会听到，是安尼，大家搁较清楚啊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第二题来啊！加油哦！好，加油哦！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什么动物传说中是讲伊是土地公的化身呢？啊，若是梦到伊，就爱记得去拜土地公，而且都可能发大财咯。A. 鸟鼠 B. 蛇 C. 粉鸟。来，咱请选择哦。梦到什么呢？来，是鸟鼠还是蛇还是粉鸟哦？土地公的化身哦。这应该大家拢捌听过啦，吼。哦，应该拢拜过啦。有吼，来哦，5、4、3、2、1，停。我拢加成加达啊呢。这吼，对，应该大家拢会知嘛。系啊，去庙里拜拜啊，拢会知嘛。请你讲者。我之前捌看过迄戏说台湾，哦，内底就有迄土地公变做是一个蛇。哦，对。哦，就一定爱去拜拜啦。对。嘿，刚才伊甲你讲啊，来土地公看我，嘿，土地公庙看我一下啊哦，吼，保一下平安呐，吼。好，来，我要问者，你捌听过嘛？应该你会信吧？吼。我，你捌听过无？有听过，啊，拄则有外头看一个妈妈，确定一个。哦，已经叫妈妈啦，差不多啊啦。妈妈讲抓，拉手，唔是啊。是，好，抓哈。抓。来，咱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是。我拢唔对。B。袂歹哦。咱一般的信仰内底，风天晓土嘛，啊，所以咱迄个天顶就是天公，啊，所以管咱百姓就是土地公，啊，因为天顶是灵嘛，啊，所以迄个小灵就是溜，就是蛇，所以有人讲这蛇你若梦到的是，第一可能是土地公家己本身，第二就是伊的部将。就是派这只蛇来甲你讲，要叫你发财。啊，发财的时你爱紧的，若梦到爱紧夜香，还是款一寡敬果去土地公庙去甲土地公说多谢，还是去甲跋一个杯，请示讲伊是要甲你报去倒一个方向。所以梦到蛇无一定是无好的代志，伊是溜是小灵，会当上无互你发小财，然后赚大钱安尼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大家拢会晓呢。好啦，大家拢有这种想法嘛，是真好啦。好，来，咱这内底考我内底哦。加油哦！好，即摆来咱看者，即摆区价一位。好，啊，其他两家。系啊，拢4位。雷甲庆拢伫内面哦。对。哦，海嘛有2位伫内面哦，区有3位哦。好，来，赶快 A、B、C 哦。加油哦！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这几年台湾的coco啊发展啊真好，伫咧世界摕到100面的金牌100几面的金牌，我嘛真多。你敢知影伊主要的产地伫咧倒位咧？A.
南投 ，B 云林 ，C 屏东。来，咱请选择哦，可可呀哦，哎，哈，你南投、云林还是屏东哦？我嘛会使理解。哦，咱家内底有屏东的哦，有屏东的。地轮呐，啊，地轮啊，地轮屏东的。5、4、3、2、1，停。你开讲哦，我大早在咧问讲啊，海产是倒位？台中的吗？台中的。台中的，哦，是。云林甲台中较晏啊。系啊，啊，因为云林我感觉你是毋是去互咖啡影响着？可能是哦。因为可可也甲咖啡无共。无啦，度假是要去啦，爱去往总无啦。像给你找出来，像给你找出来。讲生笑。是，所以讲你捌伫云林食过可可呀？唔知呢。唔知哦。用药的。用药的哦。啊，不过我去屏东嘛无食可可呀。哦。恁敢有？我拢伫台北，我是唔知啦。是啦。啊，你无你对伊要创项，无你嘛甲风险分开。对啊。我度假就讲，敢爱分开，阮咧算5、4、3、2都无听。可惜。来，咱来看，咱遮。莫徛出这条线，你听无？你一直徛出来，一直徛出来。来，咱即马就敢若迄个坐伫遐咧失主，吼，队长，嘿，队长，伊是屏东人啦。嘿，啊，你是有听到队长讲吗？啊，是恁早就知影是屏东？我早就知影是屏东啦。哦，知啊。是安怎讲？因为屏东伫什物万峦内部迄边，拢真侪人浸迄可可啊。啊，还佫开一个专门要卖可可啊，啊，会使去啊啉下晡茶啊，去啊。去遐消磨时间的所在啊呢。啊，你知影可可啊吼，迄有当时足臭的，迄要开的是爆开的足臭，休息的时阵。是，好来。讲你讲啉酒尔。来，假如你知影屏东？因为进前足侪年前看一个节目，啊伊讲，迄个可可也是屏东头一个引进的，伊讲遐气候，很适合，是真适合。好，你听过？这我知影是屏东，因为阮是农的，因为阮饲羊啊，啊农的阮拢最少拢有熟悉。啊，阮屏东是县府带头咯，希望大家去推广，去种可可呀。啊，这2年啊开始中华甲南投这边嘛开始种啊。是，无对。那因为咱的气候啊，嘿啦，台湾是冬天的。台湾足适合的。对啊。是，好来。咱即马看 ABC 吼。是啊。好来看一个正确的答案是。哇！咱海队的即马全部拢出局啊！去海内底啦！啊，请回。来，其他咱放轻松。啊，来，咱徛等下，徛好开哈。是这几档拢有发展，啊，其实阮细汉的小可有听到我高雄人，吼。啊，伊即搭遮伫个摕100几名累积起来，啊，毋过敢若2024年，伊去意大利遮比赛，伊就摕到14块奖牌，所以已经超过台湾的一半，所以伊是咱台湾可可亚上大的产地。啊，去遐耍的是，毋若是干那啉即个可可亚的布袋，佫会当有一寡副产品，拢甲可可亚有关系。所以屏东是一个好所在，毋是干那伫咧台湾买安尼哦，佫有足侪好耍的所在。好，多谢。是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而且咱那落屏东呀，迄落啊可可亚吼一片。迄种真正真顺的。对啊，我妈妈食过蓝乌鱼子的啦，蓝樱花虾的，哦，什么拢会使蓝，拢会当食，真厉害。好，来继续哦。今麦第几题啊？已经3题去了，算第4题啊。第4题哦。好，来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台语会讲拼白虎汤来形容孤注一掷，你敢知影白虎汤这3字是什么呢 ？A. 汉药 B. 性命 C. 胆量。来，请选择。拼白虎汤，白虎汤哦，吼是汉药性命是胆量哦。哦，嘿，即马咱雷甲，佮咱轻甲4个拢搁伫个哦。无唔对哦。哦哟，来，风险哦，吼来5、4、3、2、1，好停。好，徛好哦，徛好哦，麦当哦。啊，我哋袂好事。哇，我们想讲要分真特殊，是真特殊。即马风险拢搞分开啊，吼。啊，姊，咱问一下，嘿，对啦。
今日看起来真像外国人伊有咧食汉药无？我知我较无，但是因为我头拄和阮队长讨论一下，我看伊的面，因为因兜敢咧本来是咧做迄个中药的，所以我就相信伊的讲法嘿。是哦。但是一个外国人的面食汉药嘛，不离啊赞。是无唔对，啊来，亚特来，对。你嘛是选汉药哦。嘿，一般呐药材类的专药啊，咱拢定讲什么汤嘛，是，所以有啲药可能较济较活。嘛是有道理呢。哦，是，明帅来，你今无讲话，你嘛感觉是汉药哦？我知影白虎汤是汉药，啊是安怎来形容讲，就是夹拼落，就是咱3碗煮做1碗，你就剩1碗。哦，3碗抓做1碗。意思就是全部拢变落去，是，对，你用安尼形容的，这过程吼，我用药的啦，你用药，无定就了你药对哦。好，来，咱再用细命甲拨落去啊。来，而且佮拨共个加共对的，是你真正甲拨落去啊。甲拨落啊。是，你会感觉是哦。细命，因为拼白虎汤吼，我会讲是哪会细命，白色的虎啊，当地啊，我就喊你拼。产饼远，啊白虎汤就白色老虎的血安尼，都是性命。我那听无啥有你讲啥，我是我那灰。意思就是拼落去就对啊啦，拼落就拼命就对啊，拼命。是啊，用性命去拼啦。是。哦，袂要紧啦，伊的形容是袂歹啦，是得意啦，哈。对。这你是牺牲还是？一半。哦，一半。系一半。不过我感觉你真有可能呢。你徛喺遮嘛，就有胆量啊，讲你一个。是真好真知啦，因为你感觉是胆量。要甲伊拼嘛，爱先，胆量爱先叫小爱出来。对，因为你也看孤注一掷，对啊，是不是？会甲拼落去对啊啦。这过啦，拼一个我就100万就决使啊。有影呢。其实嘛是真骗人，你看看，汉药是个人的性命的嘛。对啊。不过伊即马来个性命，啊性命你这真正有甲尾啊、上尾啊，连落，有安尼胆量甲食落去啊，迄病才会好啊。哎呦。真奇怪，拢会讲骗呢。感觉讲起来拢会通呢。啊，后来咱来看一个正确的答案是。真是汉药哦。好，来 B 甲 C。请回者。好，一般就是咱的中药也是汉药拢会使啦，吼。啊，一般是讲汉药啊啦，吼。汉药。啊，其实头前因拢有拍拼。啊，毋过到上尾啊，感觉头前安尼家医治拢无效，安尼啉拢无效，所以伊最后一贴，即内底药材有当时啊拢是以毒攻毒，啊是讲伊迄药材内底可能会引起副作用，可能落毋是生就是死，啊就是爱拼，啊因为即个好伫咱的风俗内底。拢是较明好，尤其是白骹茶，还是讲规身躯白，吼，像狗仔伊若白骹茶，人嘛一般会讲伊较无好安尼吼，所以咱即个白虎是比虎搁较恐怖的，所以就是最后诶决定安尼，吼啊拼会过就是生，拼袂过就是顺其自然死安尼，嘿，所以就是拼白虎汤。哦，真有道理哦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就是咱阿超拼无过啦，是阿超拼无过啦，强死拼无过。是，苗紧，咱即嘛在场的应用嗰啲，咱继续甲拼落去。是。好，好来，我要出题哦。上位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古早西班牙的军队经过台湾，甲一个所在号做故乡的San Diego，你敢知影迄个所在是啥物所在咧 ？A. 和平岛 ，B. 西亚湾 ，C. 三条角。好，来，咱请选择。San Diego。来哦，San Diego。哦。嘿，是和平岛、西亚湾，还是讲三条角？这变成是历史问题啊！哎呦，第5题啊吼。第5题咯。哎呀，咱的题目较像样，来。有困难。4、3、2、1。哎呦，拼心机的咧，上尾1秒才要徛入去。来。不过嘛是啊，这拼一输赢啦。有影。即马第5题啊，大家拢共款，搁扎共心，这是真罕你看到。阿姊，强队4个拢伫遐。来，拢无人讲。队长啦，队长。来，听下你讲者。你啥那选是？
三条领，三条角。三脚架，三脚架，三底的架，三底的。我即马是唔知你是台语无还是英文无？你念紧你就会。哦，就下做伙啊。就是甲它变三底个，三底个。哦，就是安尼变来就对啊。你问迄个唔这样。内克者，来。瑞克。参谋做成会甲伊讲共款呢。三底个，三条角。哦，共款意思啦。共款意思。因为三底个，咱拢袂三底的和平岛啊。哦。安尼怪怪。嘛无可能是三底的西湾。哦。三底角。啊，啥物解不是道理哦。吼。啊，既然这个节目是叫人黑白讲的嘛，是教人爱安尼用。可能真正也用一些安尼啦。哦，是也用一些呢。了解。来，第五题啊吼。第五题啊。咱展开的答案是。大家拢听音就知伊是先第一个，啊，这是17世纪的是西班牙因来台湾，然后占领这个北台湾，好，所以伫个东北边遐，啊，迄个所在要看太平洋的景色拢足赞的，好，所以有当时咱的地名就是甲一寡历史的发展有关系，所以恭喜大家拢对，多谢。老师，来，咱即马8位搁伫顶面哦，敲开，欠价4位拢伫顶面，嘿，雷价3位，咱的苦价1位，海价已经票困啊哦，啊，毋过咱这吼需要，因为上尾一题啊嘛，第6题，咱嘛是爱甲大家讲者，嘿，要安那落，若是分上尾啊吼，看倒一队留上侪人伫咧迄个题目内，答案内底迄队就要得到所有的奖金，吼，啊，若是留的人变多，就是2队。平分3队平分，啊平分了，看甲头前加起来，谁的奖金上悬，就是今仔日赢的。哦，是，好来，4位、3位、1位哦，上位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咱会用杠鼓来表示无得奖？你敢知影这款讲法是安怎来的？A. 对日语来 ，B. 真侪人的杠鼓求明白 ，C. 鼓壳破去无结掉。好，来，咱请选择哦。好来哦，是对日语来，也是讲真侪人会用讲句求明白，嘿，来句讲话去啦。甲句求明白。嘿，也是讲句卡破去，无好结掉。哎呦，来哦！上尾一题3万块哦，加油哦！来，好5、4、3，停。来。有人坚持对日语来，捌听过吼，来，规章啊，希望啦。对，今你来迄个爸爸，嘿，有讲嘛对。今仔来就上惊讲句啦，对啊，所以应该这个。我感觉 B 甲 C 听较无可能。哦，较无可能。对，因为迄个一般求明白。对啊，因为讲句毋是甲句求明白嘛，求明白。但是算命嘛是甲物件放在句壳内底甲句求明白。嘿，但是可能毋是要，毋是无好的意思。那是要救一个运气安尼，所以有可能是 B 安尼。啊 C 佫更加无可能安尼。是。对，所以应该是 A。我是用这种甲 B 甲 C 抬掉啊。是用安尼的方法啦。真趣味。好来。给啦。你来，你想啦，就勇敢的来。啊，因为我是一个爱钓鱼的人啦，啊，但是我定个讲句啦，啊，我是唔知影，我是感觉你若讲迄个句壳去破就无节奏，我是感觉迄是较合理啦，因为迄就是以前的人毋是讲迄个句壳，迄是一个算命的嘿，啊，你若讲我破就安尼就无啊，啥物拢无。哦，就是一种歹结掉啦。嘛是有道理哦。透早困起句壳破啊，今日就讲句啊。玉啊破去嘛是无好啊。哦，这嘛是拢有道理的吼。万不利伊若赢啊，至3万块就因下安尼。好，来，咱来看着 A 甲 C 哦。咱正确的答案是。A 吗？好来，咱曲界已经拢登去厝内底啊，吼。来，咱即马看一个。因为咱雷价剩3个，庆价剩4个，所以3万块是咱庆价的，所以请雷价回座。来，咱请回。哎呦，哎呦。严格讲起来是为英语 spoon
skunk 这字吼，啊，因为这字咱日语的发音内底，伊会甲尾字迄个 skunk，迄个最后一字拢会念做句，譬如讲 book， 伊拢讲 book， 啊，所以伊这个日语是念做是臭鼬鼠的意思，臭鼬的意思，啊，日语是念做 skunk。啊，所以头前的事无去，啊，就是后壁迄2字叫做讲句，哈，啊，你用伫所有你无得到奖的，也是讲譬如讲迄当阵六合彩啦，还是咧买即款彩券的是定定拢会讲句，还是有当时啊做啥物代志无顺利嘛，讲即届讲句。好，所以严格讲来是为英语转日语，啊，佮转来咱台湾即大家，嘿，是臭鼬的意思，嘿，多谢。原来是讲句，袂歹听呢。好，谢谢老师，希望大家唔通定定讲句啦，讲句啊，安尼无讲介好。好来，咱即马有奖金的，有奖金偌济？哦，因为他多因得到3万块嘛，3万块，前一回还袂塌去，所以因即马奖金有4万咯。制作人，你讲徛你的哦，今日领钱啦，吼。不过4万真正敢通摕到因另外的奖金，对，这4万敢通摕到转。咱拼一下运气哦，爱画伫遮哦。爱画伫遮。好，来，咱今麦今日咱来切片10,000金。一片10,000金，回档话奖金，来，咱奖金偌济？咱这奖金有4万咯，4万就是有40秒，是，我加落去，我加30秒变70秒，好冇？来，这个回啊，3题尔，足简单啦。来，画较紧，咱摇嘛摇较紧，一直讲伊哦。好，一直讲。好，来，咱第一题来哦，来，咱请开始。哎呦，跳舞，哎呦，哎呦，7个字哦，7个字，7个字，7个字。什么？金哥！安尼嘛有啊！4万块的奖金，因会当提走偌济咧？咱摇嘛摇较紧，一直讲伊哦。好，一直讲。好，来，咱第一题来哦，第一题几个字？3个字。 3个字，70秒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开始。请话，哎呦，哎，哎呦，接下来尽量摇哦。韩道路，哦，这个。哦。哎呦，韩道路哦，不要讲好哦。哎呦，哎呦。好，来，咱看秒数。今麦秒数够60秒，哦哟，9秒来，好，来第2题。 2个字，2个字哦，咱请开始。请开始，开始啊！哎呦，哦，青地，韩餐厅，正确。啊，不是讲台语无好，台语无好，台语无好，台语真正也无好。台语真无好。我看应该袂歹啦，吼，来53秒尔。哦，53秒尔，真厉害呢。好，来第3题哦。第3题哦。几个字？7个字。 7个字哦，7个字，7个字哦，7个字，7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53秒哦。啊，请我看者哦。会当无？7个字，来，咱请开始。哎呦，哎呦，哦，哦，哎，这啥？哎呦，跳舞，跳舞。哎呦，哎呦，7个字哦。7个字，7个字，7个字。什么？ 我手紧张，流鼻水，嘿嘿，囡仔，囡仔，爱水唔惊流鼻水。安尼嘛有啊！好，来看秒数，多厉害！恭喜今麦够31秒咯！好，31秒就是有31000块。好，来，真好，咱今麦今日去颁奖。 哎呦，恭喜哦！来，奖金31000块，恭喜队长！来，送你一个奖杯。你跳有影好运。系啊，食马拄
我徛完尔，即马都摕到奖金，佮摕到等的冠军赛门票。对，这是第2队的哦。哦，厉害真正好看哦。啊，其他的不要紧，咱佮报名，阮若后一季，咱佮报名来参加好啊。好，好，今日谢谢咱的国文老师，感谢咱王秀荣王老师辛苦了。谢谢老师。大家有地位，讲台语提8万，好，你大家拢欢喜，再会。感谢，感谢阿姨，感谢海山伯啊，这个名字很难挂掉了，感谢阿姨啊，感谢阿姐，感谢阿姐，哎呀，恭喜，晚上，别再。